做客家人，很模样，阿边个精心。哎呦，没想到你还可以唱跳呢！之前比贵手的世界十五跳过一摆啊，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今天有感觉吗？今天有 feel 嘿。按根本的比赛方式，初次比赛。出道就会冲，出道马上就会冲，这无爱改咧。哦，演都衰正经的哦。制作单位里讲要种主题的事情，讲都衰没。讲都衰。没有。老热大擂台，老热降下來。緊張。哎呦，根本係體力敗嘅積分賽，但是根本要產生出來體力命。我淘汰一下。嘿，我淘汰一下。好，下禮拜就進入5強。嘿，對，總冠軍的比賽，分數自己比較低的就要加強一點，好吧？是不是？嘿，好，大家應該都有默默的算了啦。OK，好，加油，來，繼續評審欣賞。加收欣賞，70B欣賞，74B欣賞，總比欣賞。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3天無強用嘅主題，參賽者就主題自家選過嘅，積分最高嘅前5名就做在今年年度總決賽哦。好啦，欣賞接受再來講一下評分的規則啦，哈。張家修老師，哦，今位吼，今位掠冠挑戰一下。挑戰一下，哇！琴吼，大家都覺得說，掠冇可能哦。你琴你輸講，這個表現出來冇輕鬆嘅。但是其他都已經幾下禮拜全部做大禮拜對不對？大禮拜都挑戰一下嘛。問題是講，來參加這個比賽，你就要把自己的特色不斷的表現出來，你不用多面向。對，要讓大家知道你有多用功、多努力來參加這個比賽。好，一定要記住喲，好不好？好。加油！好，加油！好，準備漂亮啊！好了，TV 劉美玲帶來 figure。好了，躺過來。
要挑战，我死定了，杀鸡，你又死定了你知道啊？我死定了，我刚刚你有发现是不是？我就想算了，就唱。对啊，你每一集都死定了，真的。不过你有这种心想要挑战，也是很厉害啊。这是很困难的歌。其实你们马来西亚人应该那个很多音是这种真假音转换的，有吗？好了，他不想聊了。好，我想要先听老师怎么骂我。为什么没唱好啊？叫你好好唱，你不唱，这样有比较开心吗？又要哭了，又要哭了。干什么 lost phone？ 哎，最会掉手机的，怎么回事啊你？刚刚在骂一下，真的他真的要哭了呢。吓到。好了，哭点比较低。没事啦，没事。没事啊，我反正对啊。好了，很可爱。我要被骂了，老师对不起。嘉修老师，哦，不要这样把我当成魔王一样，好不好？没有唱好，对不起。不过没关系。凭良心话讲啊，美玲其实真的没有唱好的原因要跟你讲哈。比如说像我跟这位老师都觉得嘎嘎转这个地方你没唱好，因为你没有抓到一个客家的元素，嘎嘎这两个字它是有切音的，嘎嘎，那这样就没有了，要嘎嘎嘎嘎，对，要把它切掉，然后这样的话呢，嘎嘎转，这样，哎，那我们可以把分数再拿回来吗？对啊，有啊，有真的你自己乱搞，知道了吗？知道吗？好，对我们希望的当评审就希望能够这样点一下，对，能够把那个成绩单再拿回来重打就可以啊。可惜不行。对，刚刚这之前应该要请教老师。对啊，好了，大爽，没有办法，个分数已经送出去的啊，打好了啊，来啦，看一下分数啦，好来，看一下刘米玲嘅分数。还可以哦。我以为会可能80几分，就是很吉利那个88出来了，还有92啊，算了，谢谢老师，对，这分数还可以的，还可以。哎呀，好了，那你就先回座等待佳音，好不好？哎呀，来杀了，陈开水打雷，总爱做。好嘞，躺过来。门前风提黑念头，山山水水永相连，一条溪水清黑暗爱走，山外有山总爱走，三杯村中不懂字。不看。
哦，他真的，你刚刚有细细的聆听一下，你现在真的完全把那个旧有的那一些习惯已经改掉了。对，因为我今天选这首歌，对啊，是秋玲的歌，但是它的唱法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自己嗓音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突破在高音的部分。那我希望老师一直希望我可以用说唱的那种感觉把情绪带进去，所以我想突破这个部分，所以我才选这首歌。哦，真的，他这个改变我都做不到，说真的，很厉害。对啊。真的，其实要改变歌唱的习惯真的不容易。对，不容易。那个好几十年的那一种旧习惯，你要把它改掉。嘿啊，这个打掉重练，那个跟某安我觉得学到蛮多的，可以运用在闽南语歌上面，也很好。对啊，你现在也有在教课嘛？对不对？对啊，那你教课的时候也会跟同学这样子去分享啊，他们都会看节目，真的，对，然后会帮我加油这样，对，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其实唱歌有很多方式，我在客家歌也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对，这个他的学生现在一定都很替他的喉咙担心，要好好保养，真的。歌手的生命就在这了。好，这位老师，你有要骂人吗？没有，我不会。今天我觉得，当然才前2位嘛，我觉得你给咪董福哈，你刚嘉修老师讲就是挑战极限。我其实是很心疼你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知道他喉咙有状况的时候，我其实有介绍医生给他，他有好了一阵子，但是我知道可能给他工作太多他工作太多，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好残忍哦，因为当一个很爱唱歌的人，他对客家歌又这么的认真的时候，你其实很心疼的。然后，但是你要说他是祸吗？他也不是祸，他是福。因为嘎堂给唱歌，你一定要，我有一件事情要先说，你一定要记住你刚才唱歌的发声的位置，还有唱歌的感觉，还有那个情感，因为这是你过去在唱台语歌或你在。比赛中你没有达到的境界，你知道那个说话像唱歌，唱歌像说话，你今天做到了，先掌声鼓励。真的。这个是我很心疼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喉咙曾也出过状况，我自己知道就使用过度的时候，但是它反而成为你的成为你很棒的武器。譬如说，三杯纯中懂吉嘎中那个吉嘎，还有黑脸筒，还有第2段的反歌拱亮，还有。田径阿妹勾脸筒，你那每一个地方的气音，你知道你用的多好吗？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不小心的，也发不出声音，但反而没那么强，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变成他的气音了，就是刚刚好，然后就点到他老师说，哇。他唱台语应该没有这个防守，说对，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他做到了，所以我才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记住那个感觉。然后 NVIDIA 说 GoQ 总那种，他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可能人家嗓有点涩，他反而让我觉得哇，你这歌怎么好揪心哦，就整个唱得非常好，反而成为你今天。挑战极限，你做得很成功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报复牙还有练，比赛歌一定要好好休息，好不好？加油！对，你刚唱了，我真的都眼泪都流出来了，对啊，真的，他是在流眼泪之前打了个呵欠，老把油。好了，来看一下给他分数了，看一下陈奎，所以个分数。这个分数还可以啊，还可以哈，好 ，OK， 好，海瑞，好好保养，对呀，把喉咙保护好，这是我们的生命呢，对呀，好，加油，谢谢，加油，回头休息，来杀下来，你好神带了赛，好。西贡下个好吧，北山公，甘心出外中，在西贡出高太公。青叶在幽河港中街地风，Once up hour long ago, a grandfather sang a several song. Call me Ison, call me Ison. Let's reunite and sing. 山唔走客家人，很模樣，阿
边嘅真心，未使唔切客家人。东京是家乡，不是嘅情义，客家 our sweetest home。Know that I'll never be alone。call me 好心，客家好心，客家 is my music。对山都对我那讲讲客家走。Taiwan is where I live in, you're more than welcome。我是南北嘅生活新所在。This 客家人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我嘅浪人嘅上夢莫眼蓋。太連祖宗煙傳萬代。你叫他鄉，愛家鄉啊！请评审啊，谢谢。还有评审，评审，哎，谢谢舞蹈老师。哎呀，谢谢你们，姐，来，站在舞台中间，来，哎，嘉乐，哎，嘉乐又来了，哎，嘉乐还没下班啊。对呀，我想到那个看有空的丑都在旁边，丑案给我什么？我们节目有这么好看吗？对，原来是还有帮忙啊，好朋友天数啦。对，哎呦，没想到你还可以唱跳呢。对啊，之前唱过一次啊。之前先让我喘一下，好，你喘一下。我们先访问嘉乐好了。嘉乐今天担任合音。之前比贵手的世界15跳过一百啊。哦，没什么印象。勇猛吃前行。勇猛吃前行。哦，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今天有感觉。今天有 feel。这一支舞是学长编的。哇，学长，好厉害哦。学长现在也是舞蹈老师，他也是各大艺人的演唱会 dancer。哇，真的吗？真的。哪各大？哪各大？比如说，目前跟谷谷还有之前还有跟 Julia 有合作。对 ，Julia， 对，我现在很红。吴卓源哦，吴卓源是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线上的歌手。安美动师母。谢谢嘉乐啊，他是真的被我就是被凹了，你凹下来，你凹下来那个通告费要给人家分一下。我说认真的，我大概从回来年度赛所有的通告费都花在这一场了。从头那位老师的公平，是不是欣赏？我觉得今天浩辰做对了一件事，非常棒的一件事。朱黑讲，你刚刚讲到，松拜你跳。做唱跳的部分，还有勇往直前行，这部分是你所有历届比赛里面我最有印象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你那个表情，甚至你安排的东西、剧情什么都有。郭卡某琼阳和尹亚巴又请到人家学长，他们这次编舞几乎是完美无缺，我觉得很喜欢那种力道，好这种表现方法刚好很合你。还有一张 test head and 哈嘎部分，目前还没有出现唱跳歌手。后悔。没有，我是说完整的舞群啊，我是说完整的舞群，真正的就是一系列的唱跳。点必有请都加了来，然后你做一个特色的一个区别。所以我知道你本来出现在唱抒情歌、抒情摇滚，
你自己认为擅长，结果你错了，你擅长的就是这个。OK， 唱跳，你应该压注在这里是没有错的。所以我知道你毕业表现是我看到比你用往车前行更卡好，音准也好，表情也好，舞蹈也好，你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到位。唯一我需要有一个小建议的地方，就是其实亚洲国外有一个地方同中央部分的散国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居然没有把你之前常有的特色的鼻音拿出来做区隔，来吃肉卡大声。太传太多我知道，所以呀，就会训练的问题。所以一个唱跳歌手要产生，他不容易，没按键单。你必须要挑，还要运气到一个平顺，3分钟到5分钟哎，跳下来莫讲冲啊，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所以我希望讲，在这个地方的部分，我就会希望，我今天几乎是看表演。我本来还要带目光来看有创不错诗嘛，算了，我不要看了。我不想看，我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这个表演。好，所以我希望讲你自己好好思考，如果你去甲对亚嘅方向去甲有希望，从国亚看事情有希望的发，我觉得真的要定这个项下来。这个就是你的擅长。既然是擅长，为什么不用？养汉海吃豆，你自己要深思的地方。OK， 加油！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你好成嘅分數。打开门就扩散，爱扩散就会散。我刚本来好想睡哦，对啊，因为晚上没电了，你知道吗？一看你穿这样我就醒了，一知道你唱这个歌我就醒了。最后面那曲你唱得太完美，我突然一声就有老师在看我，我好喜欢你的戏子，我觉得你发挥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一下给个分數，看一下你好成嘅分數。好。真的有可能翻转哦！真的有可能，有可能哦！金6强以来最高的分数，很棒！因为今天有带幸运物啦。这个大声公，好，恭喜！表演辛苦了，也谢谢你的帮忙，谢谢学长学弟们，谢谢老师们来帮忙，谢谢，来回头休息，谢谢安之 C 哈，谢谢，等待佳音哈，对，可以翻转哦。真的哇，这首歌也是很翻转呢。哎呦，这首对啊，对他来讲没一种很大的挑战哦。没错，看他造型都不一样，眼神都杀了哦。恭喜一代人，開門見山。好嘞，躺好了。给
哇哦！哇，赞！哇！哎，我醒了！哦，刚刚本来好想睡哦。对啊，因为晚上没电了，你知道吗？哦，一看你穿这样我就醒了，啊不，一听到你唱这个歌我就醒了。哇，行意。哇，我简单，很棒，真的很挑战自己耶。对啊，真的很累啊，非常累，所以我现在脚抽筋。要不要叫救护车？因为这个高跟鞋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整个是这样颠着，真的。当阿妹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耶。对，但阿妹她应该前面也很高吧，前高后高。对。哎，很棒哎。啊，尤其你最后一句，对，你有释放出来那个眼神，真的有那个 rock 的粉呢，态度，对，知道自己心理建设，因为这个主题实在太逼人，什么突破舒适圈，这几个礼拜是我最不舒适的时候，真的每个礼拜都很不，我觉得一直在突破哎，大家。太棒了！来，慧茹老师，是心语太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太过瘾了，真的很棒，对，非常。其实虽然你没有很大的动作，可是你的眼神真的就很有气势，很杀。对，我觉得充满了。真的就是 sexy， 然后那个气势很棒，那我觉得很棒。那就唱歌的部分呢，给不你感觉有一点点可惜的是，我觉得你的那个点好还是要再更简洁一点。因为你没有那个节奏，你唱的黏黏的哈，没有很准的话，你会那个点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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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而是讲你是哒啦哒啦哒哒啦，软的嘞，对，你就听起来是软软的。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让我很惊讶的是，其实你第二遍歌的时候。听起来已经快没有力气了，你知道吗？对，我刚刚一直踢他很紧张，你知道吗？哦，真的很紧张。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没有力气吗？你在唱歌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歌，如果你全部都一直一直往前，没有回来的时候，你到最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推了。所以你一定要记得然后要回来，出去以后要回来再原点，你把全部一直往前的话，你最后就力气都不够用。但是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音就把你扳回来了，对，很棒，你最后那个真的很棒。我相信下一次你再唱这样的歌，你抓到了这个节奏，你抓到这个节奏的唱法，然后身体的律动真的可以再多一点。好，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分数满分。加油！哇，你分数应该不差哦。不差，欢迎他分数好吗？对，看一下，来，欢迎他冯行一个分数。你知道你之前的分数大概排名多少吗？倒数吧，倒数最后1、2这样啊。对。所以今天也有可能就像浩神一样翻转回来哦。OK， 加油！好了，辛苦了，也可以哈。哎，这种摇滚就是一技之拳，有没有棒？哦，对啊，你摇滚灵魂的，对啊，我都可以了。是，好啦，接下来彭思源帶來叫兒。好，嚟彈翻啦，哦。高粱出生风满天。
来，掌声鼓励。哇哦，彭思杰，好想躺下去哦。你躺，为什么？快快啊，听到没有？你再怎么累，你会有心语那时候也很，还有浩辰那边唱边跳的，对啊，对嘛？啊，可是他这个歌的挑战度很高哎。一条歌客家歌吗？没，其实以黑华语歌曲，他黑以黑有个大陆电视剧叫《红高粱》，红高粱的片尾曲，对。然后我爱给自己黑坑天是看到歌手这个节目有一个歌手叫做谭晶老师有翻唱过，因为原唱是韩红老师，对，他们就是他们国家级的，哇，他那个高这是国家队的声音，那个真的是无人能及啊。对，他们这个我觉得他们不是歌手，我觉得他们是歌唱家，歌唱家，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他们学习走向。我去美国表演的时候，他们在跟我签约，他们的那个合约书上面就写说歌唱家的。对，家，对，是很高的人。我也曾经当过罗斯福歌唱家。是，对，很棒哎，真的。那现在不是，现在只是个搞笑艺人。没有，你还是歌唱家。但我在舞台上，我真的唱歌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唱。文音整做什么就像什么是什么就做什么。对，分享这个观念。对，没错。那今天让我想讲爱反冲那条歌。因为也编曲跟篇幅层次拉得非常非常大。对啊，而且我希望融合轻松一些林志颖老师，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跨界也看事情，就是我不是只有会唱美声，我可能想要走音乐剧或是流行歌曲的风格的掌控，我希望可以学习更多。对。因为现在本来就是比较多元嘛，对，没错。哎呀，你可以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表现，没错，各式各样。现在也有很多观众喜欢看这种歌舞剧的东西。对，有懂多。剧场现在也比较复苏了。对，多了。你可以跟那个林怡慧，对啊，他们结合。这是已经大前辈了，他其实在剧场已经很久了。然后他其实也是鼓励我，就是踏出去吧，就是来玩百老汇呀。因为他说你这种声音，就是真的，说实话也找不到几个像你有这样子的音色的。他说你永远不要妄自菲薄，你不要觉得自己不流行，你不要觉得自己都是国乐，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只能唱台语歌。他说其实你有很多面貌是大家看的角度跟你角度不一样，以前因为鼓励俺啦，很好的一个大姐，很好的老师哈，对啊，很棒的老师，是，不断的挑战自己，要跳国外没真的挑战的很大，论局按这么宽呢，吓死人了。来哪一位行？来，嘉修老师，是个那个拍摄哈，因为我其实太多人鼓励他了，所以我每次都大落去哈。根本没法度大落的啦。你会讲哦，实在讲，我特别要嘉奖一下，他因为世军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不断的引进了很多不同的元素进来，有些歌曲重新再唱，从上次失恋总在分手我奚落他一次，然后他就不断的继续让我看到一些新的元素进来。那这首歌已经到了极致了哈。那对我来讲啊，刚刚他唱的那一整段，我已经看了一场音乐剧了，因为他前后的那个整个的表情。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感觉说实在，我不得不跟你讲说，好像我真的在百老汇去看演出一样。这一段部分是真的很棒啊！因为亚团因为已经到了决赛，所以我打分数也打得很紧哦。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瑕疵一定要找出来哦。后卫就不是讲，因为他不断在进步。那很多像讲，拜托启动再引进更多的东西，让自己再更困难一点，让观众看到。客家歌能够唱成怎么样子，你就把它唱成怎么样子。因为这是一个很宽的境界嘛。不过这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地方，我不得不能给你满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到那个转调到最高的那个高粱那个地方，狗柳那个地方，那个梁字就是转上去就差那么一点点，对不对？第一次我想说，看一下，第二段还是差一点点哦，那稍微扣了一点点分数，但是不得不我们还是要讲。给部你的表现实在是接近满分的程度了，好，来加油，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哇，很棒，秦世慧老师。
对，其實是個你經驗表現得當好，好，就會講，因為像蘇國偉要一個轉那麼多的 key， 你要在一個短時間之內要掌握到第一個音，本上就冇咁簡單，哈基本上看到人嘅問題，然後呢表現的部分做得本質感有一種層次感，所以我知道當好。就會講，因為客家話有賞識哈，因為亞述國語它有一定的磅礴性，所以人嘅賞線的部分呢一個受限，所以呢可能要做出磅礴性的時候，你會希望能夠拱出那個力氣。所以其實有賞識啊，可能流行性呢。赏先来讲，可能我们要维持在那边，可是有时候搭配一些你要用的声乐的模式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只是说那个转换的习性，你如何把它练到熟悉，好，我们要那个磅礴性可能就做得出来。难怪就会讲，刚刚讲到客家话的部分，我们要做到磅礴，因为你会受限到咬字，有一招诗很多雄诗，可能他就会隐蔽雄那招诗，我想要做磅礴，结果因为受到字句的影响，所以呢你做不出来那个磅礴，所以变成说要如何调整，可能真的还是要带一点，对你的口腔的部分的圆润性可能要出来，对，有赏识可能就是你用一点你自己的专业性的之前学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如何搭配在一起做，用版比国开演的喂，唔可以隐蔽要做雄诗变态的。變態你要做磅礴就做不出來嘛，哈，知道冇？所以其實我輕欣賞的係叫做戲，叫做最後面那個曲，你唱得太完美，我突然哦一聲就有老師在看我，我好喜歡你的戲子，我覺得你發揮得非常非常的好，你終於看一下轉播，吃到這個字真的太棒了哈，穩定性的氣，這個是非常棒的事情，懂沾事情哈 ，OK 加油，來啊，老師來啊，是在討論嗎？啊 ，OK 哈，所以看分數咯，哦，看分數來哦，看一下彭思權嘅分數。好啦，冠軍都給你啦，冠軍都給你啦，不要 diss 我，訂餐廳了，大家。已經講了，講了，已經講了，是不是？好，有把我們也找好了，我也找好了，你有算我們嗎？你們要去嗎？對，還有孔鏘，什麼我們要去嗎？小康老師，我們全體100多個人都要去啊！好了，回版生啦，加油，棒，真的，謝謝。这一套衣服应该是日本买的哈。对啊，感觉很像大师。哦，对，好像那个武士道精神。对，有诶，插一把刀。好嘞，杀了，杀下来不得了，王一环带来客家天团的高桥几个 Q， 今夜 tonight。哎，来大哥啦。
，sexy，有哎，哇，那举手投足那感觉真的哇，很俏皮，对，真的大挑战，哎，我真的露一下是不是？你是叫我吗？我还不够是不是？哎，很棒，哇，好紧张。对啊，你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在原场，对，因为我没有试过，因为我会怕有什么好怕？就是哎呦，原唱唱的这么好，你也是天后级，他都入围金曲奖了，干嘛干？不是讲啊，唱歌不管嘛，干你不同类型啊，没有啊，对吗？都可以挑战，这才叫挑战自己。这个公很大的挑战。对啦，共振给黑，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比较 city pop 那种，比较成熟的，比较熟一点的，有这么年轻的少女来唱啊。难怪刚刚我看，哎，这首歌变青春了。不一样，不一样，跟迷通，赞，真的好棒。对呀，不要紧张，你都唱完了，赶快来听欣赏的贡品。哎，好，叫位欣赏，哇，起立鼓掌哎。这多大的殊荣啊！对啊，我唱他都没有那个。不要这样子，我唱是预备压住了，站不起来。是这样。T 版I think nobody 看到遗憾的表演的时间，还得头演，还得那位，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客家的璞玉，是我一直很珍惜，然后我很希望他可以在客家能够发光发热。我那时候给他的封号是刻板的陈绮贞，我一直让他往这个方向走，他也是一直朝着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期待，然后他自己是我的小同乡，用他名，那就特别对给关心。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对自己的挑战。你知道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只有一开始在你的尾音一两个走，就是没有那么准的时候，我紧张了一下子，画了2笔。你是所有线数礼拜度摸音吗？做了最完整，detail 做的最好的选手，是所有选手里面。然后你的真假音转换也是我最喜欢的 ，Inviki 不做作，他是很真诚，就是活在你这个身体里边度。还不用讲说我就在享受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天哪！我现在如果灯暗一点，我就是在一个 lunch bar 或者是对。那我觉得你能够在吉娜的头前唱那首歌曲，我就先给你。勇气的分数是98分以上了，但是因为吉娜这首歌我也太爱了，但是你能够唱出有别于吉娜，很秀音这个语涵呢，这是我最想要看到的。一路看的比赛都练哈，你知道你如果再回头去看你所有的演出，你就会多开心，你是这样的转变。我有多感谢脑眼大擂台，本你看到安好的表演。虽然讲宝妹可能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我觉得很棒。然后后面老师说，他走音呢，但是我跟你说，但他 enjoy。对，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我太爱你站在舞台上，每一个人都一样。当你丢掉了很多包袱，你回到你这个最爱的音乐世界。给出你这个，给出你去到在舞台最太原因，我今天给你很好的分数，哇，很棒，很棒，我也要说你很棒，真的，因为你没有模仿我唱，我觉得很棒，真的，他有他自己的味道，而且我好喜欢他那个 vibration 那个，他那个就是他后面尾音，他的天然，他是天生的，对呀，就是很想把你喉咙挖出来给我。难怪人家会入围金曲奖啊！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好的，看一下，到底多好的分数呢？王一环的分数，哇！这位老师说到做到，满分呢。对啊，叶老师就比较奇怪一点。不是比较奇怪，因为挑战极限的程度之下，当评审也是不能够让人家觉得说，哎。音波准都没抓出来啊！对，总是要有一个人当坏人嘛。对，我来当坏人的，就是他要有一个当警察长的。对。谢谢嘉修老师。OK。哦，什么？那雨涵先休息一下。好，那你会痛给他分数啦。回座位先休息一下哈。对，你还有别的表现的哈，痛给一下。哎呀，都带根本一卖迄体力命。我知道唔办的。必然救嘞！不管慢也没唔判的啦，系啊，对嘛，哈，俺本身让统计一下，统计一下，来。今日体力命都带很慢呢，可以哈，给 V6V。
蔓延的苏当红拿到麦克风了。为什么美玲你在哭什么？对，你觉得美玲没有拿麦克风，但在哭啊。你不喜欢分离的感觉？那如果是你会好一点吗？还不好是不是？那好好给凯瑞一个拥抱吧。啊，哎，其实走到年度赛第6名也很棒，很棒哦，真的，大家给凯瑞一个拥抱一下。哇，大家都好有情感啊！哎，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配点音乐啊？快水来！来，我们请凯瑞来到舞台当中。这个其实这个比案多长年以来哈，大概你们有在几个月的时间呢？有没有半年的时间？应该有，差不多。还包含记忆的比赛到现在，大家情感上一定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厚，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一段比赛来讲，说真的，你也用尽全力，然后学到很多。对，学到很多。然后要很感谢评审老师，对，每次给我的建议，然后，声音越来越哑了。凯瑞，记清楚这个位置，好好保养你的喉咙，再站回来。好不好？舞台的中央，之前有来比赛过嘛？哈，有来比赛过啊。比赛到好像成绩也没有说特别理想，对。但这一次能够比到年度的第6名，真的也不容易，不简单。你给几个第1名还记得？第2名吗？你是季冠军的第2名，季赛季亚军，对。好，那我可以说话吗？当然。凯瑞，其实前3摆，其实我对你个表演我一直不是很喜欢，不过亚归来看，都亚演出来看，我觉得你让我最感动的是，你一直都不断的在求进步。每次老人讲，你喺客家歌做得練好，其實對人嘅睇好老歌會影響動態，個出家上進嘅心。不過通到人嘅生10多安年後，其實我有點咩當唔判得。我只是覺得，我真的希望，因為其實我一直想講，喺我嘅上喺邊度安年方，我自己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不能唱歌的感覺？所以我難過的是難過。你雖然說離開舞台，我會希望你回家的時候真的要好好的休息，真的。要希望講真也好好的休養，這個聲音真的很難得。我希望你繼續保持，好，打破我前3次對你的不滿。今天我居然是給你最棒的一個想法，所以我希望講你繼續維持，然後甚至我希望能夠再有一次。我們的那年大瑞退一定會歡迎再回來，希望能夠再闖出一個不一樣的陳凱瑞 ，OK 嗎？安子 C。而且公司那已經沒客家你，但是都為到客家付出很多。對，我們大家掌聲謝謝他，好不好？謝謝凱瑞。那我們最後請葉老師哈，葉老師來頒發第6名的獎座，好嗎？來，好。哇，謝謝老師，謝謝葉老師。我算評審裡面最冷靜的哈，我特別要說明一下，就是希望你繼續加油，因為這個獎是跟你預約，下次繼續再來拿冠軍的時候用的，好不好？好，謝謝老師，謝謝葉老師，謝謝。好，我們再次謝謝凱瑞，好不好？謝謝，請回座，謝謝。呀，大呢個傳統組第6禮拜嘅積分賽啦嚇，唔錯，基本已經有第6名。今日當真演講了，今日比賽方式冇咁樣咧。對，等下等下都好好地介紹下呢個呢比賽嘅規則啦嚇。就你先介紹評審先生。好，蒼榮憲先生、李秋霞先生、車啟貴先生、曾明珠先生。好啦，先生介紹的，我就突然啲觀眾朋友，唔係，安尼參加參水閘嚇，來講一下按今日嘅
比赛方式楚辞比赛。楚辞。吼，定强。之前的比赛係楚曲嘛，三太跳嘛，可能楚都冇該跳了，錯冇該嘛。今日冇講到哦。根本嘅楚辭，哎呀，跟研討所以冇咁簡單呢。楚辭呢，像台灣嘅演講比賽有嘛？就出個題目出來，出埋題目你就講嘛。對，一詞哦，要有6隻詞。有4隻詞呢，係詩詞上提供嘅詞，還有2隻詞係古詞。古詞，就看人嘅運氣啦，看出多乜嘅詞，好嘛？緊張。你自己跳嘅自己聽，好嘛？好，啲啦哈，好啦，安尼有請 TV 參賽朋友來，陳建基來到舞台當中，來，哎呦。踩着輕盈的步伐，精神統合，真的，味道安尼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啊，真的哈。你今天要用什麼調子？那從馬跳來唱《三國志》。三國志，好，來處理下，看出到乜嘢？看數一好冇？哎呦，好，赤腳嚟公布一下，唔是幫啦哈，唔是幫哈。哎呦，故詞咧，故詞啊，故詞。哦呦，好了，你這個念一遍好嗎？鏡頭照一下。玉柱開花，Q 大 Q，Q 大 Q。上山綠水下山流，也有金銅對玉，也有鳳花對石榴。哇，講到邊啊？真係，一次又沒個這個寫，這個破嘢，哇，厲害啊！歡迎他倆歌詞啊，冇簡單。對，呀，歌詞是演唱歌嘛，呀，又是破歌嘛，唔是啊，天白寬度，有信心嘛？吃寬啦哦，好嘛？好，加油，來唱一條歌啊，好來。條故詞。哇，厲害啊！直接來咧，演出嘅安尼有辦法做，馬上唱，你做咩客家人講呢？盡量咧，哦！厲害！哇，一次要咩講？先配好來一樣辦，唔係呢？哇，對你來講應該動態挑戰哈。有。之前是按你比賽過嘛？唔是咧，唔是，全部準備好了，全部準備好啦，馬上講有辦法嘛，獻出安尼。哦，一禮拜節目，不過最近有得個三國比賽哦，嗰最近係現場出詞嘅。現場出詞有哦。我唐公司一擺完現場出詞以後，他們15分鐘嘅時間分配。係分配，這樣用準備。就馬上要配了，15分鐘就慢慢配了。哦，哎呀，老人痴呆啊！連15分鐘都冇，直接來嘅。厲害，敬佩。來，從頭唐先生的公平來。請高中先生。係。
建议对那个创业山果子嘅冇乜大問題。最主要嘅係你家下大家親危機擔心嘅蔬菜，還是有一些冇清嘅人，第一就叫做開發球，嗰隻球是球。歪的啦，要歪的。一系列歪就，而面向嘅大球要做得冇問題哦。哎呦，其他國家嚟講。也就係創來以後啦，也係一擺經驗啦，加油啦，冇乜嘢，加油加油加油！但是我不簡單，真的。像Kiko先生。好，我看法啦，同阿教授差唔多。最主要，你可能就在於咬絲方面，可能就對於一個非常太也考驗。最主要樣辦呢，陸續開發 Q。哈，你在一個咬絲方面就有一系列哈，再過來上山啊，也係上背幾笪山呢，落水下山流，唔係上山，也都差當到嘅，也係上山落水下山流，唔係講係上山落水，唔係上背幾笪山呢，上邊嘅山呢落水呢也下山來流，所以你唱到上山。上山落水呀，也就講對你以後也個果子，就似我講，你叫前一邊自家深度往有數以後再來創，但是因為時間相當短，尤其佢本身有好多年，對於你咬絲來講就相當太考驗，所以也一定有一些嘅小果實物創冇問題哦，佢相當精。佢會曉得講將三生嘅吊高音，嘅是球就對咧，嗰日對用嘅也兩隻字就算人講入聲音，就比唱對嘅，就相當好啊。但是咬絲方面就要注意啦嚇，加油加油！對，不簡單嘅啦，講真嘅啦，建築啊，你馬上都創出來，還買建築還來曉，煮得冇係看啊都唔曉咧。係啊，看得創就唔曉。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啦。陳建基嘅分數。呢個分數對佢嚟講唔係清高。係啊，好嘛？係啊，先做 MV 當錯一下，因為佢之前那個分數累積起來應該前段班冇問題，5名以內冇問題。好，加油！好，按照這，大家回座休息啊。哎呀，準備哈，來個強痛拿出來啊，來啊！還有5條啊！還有5條嘞！來，俺家有請啊那個王廷發先生來到舞台當中來。哎呀，天馬哥，好，主持人哈，你有乜個跳誒？我你唱《落山歌》。落山歌，好啊，來吹一下好嘛？準備好嘞，好來吹下。做唔得看咯？那扮歌一看嘛。來夢咪咪，好夢咪咪，好來。好，準備好了。好來。好了，同埋來一下，好嘛？哎呀，你掐起個欣賞嘅詞，掐起個欣賞下一次啊！啊，你麻煩念一下，好嘛？念啊，念一下。你是怎樣啊？冇念啦，等下你衝誒，你念一張啊咧，係啊。係啊。嚟啊！山歌民謠強曉多，唱出苦情老小可。南腔北韻蔡人唱，上韻做將分數歌。哦，做得嘛？做得，音好啊，有章啊，有章哈。啊，希望等下唱一下章啦啊。唱章了，唱你唱一章。啊，這個落山歌來唱一條歌詞哈，請幾個欣賞嘅歌詞來。看一下。山歌民謠，強調多難，唱出
了，苦情啊，老少苦呐。向白云，开银窗南，上云了。江啊，分数高呐。主持人好，好高啊，好高啊，等我高，是要种经验嘛？T 拜噶，T 拜哦，T 拜，你都不会 T 别送，T 别送，暗送就错了。因为同伙已经体验嘛，体验嘛，好不好？对，之前的都不会真的也不是高高的，哎呀，你这个不卡没高一下嘛，这个出一下词啊，你这个不卡下就底下嘛个词了呀，真的哈，对呀，下是底呀，哎，所以真的。看过没底啊？也冇看过这么底啊！冇看过，啊，马上人家马上就冲出来，厉害了！比侬波个15分钟还厉害嘞，还厉害嘞！对呀，哈，哎，强哈，哎，这个皮肤这个啊，这个皮肤这个。好，来，唱给主持人来讲一下哦，唱几个欣赏，来，唱几个欣赏来。好来，新华歌曲俾虽然讲佢本身的西演员啦，音冇乜嘅問題，但是唱就始終唔是唱歌嘅歌，難免在於咬字方面、轉音方面，就唱嚟咪就輕鬆嘅。讓來講歸屬嘅也生冇問題，嚇，因為也做清楚，但是小可也嘅詩我就要同講嘅嚇。好，三個民謠強跳到跳嚇，唱出唔出。哦，唱出没出，唱出了出事，也係容易上音。還有南腔北粵北，一隻北是同樣容易上音，就是一隻唱出的出，後一北，佢唱南腔北粵北北啊，北，也就會加重嘅音，因為佢容易上音嘛，也上韻做獎啊，分數高啊，佢唱嘅冇乜嘅問題啦。但是喺講，以外條嚟，自家會唱嘅人要啲講一樣嘅一個歌詞，一樣嘅轉，可能也有呢啊。因為聽白唱，難免講有呢冇做到千講，但是以嚟講，歸數嚟講，還算平平順順啊，就少過一兩隻字嘅天天啊。好，加油！跟我先生，少過兩個字，還好啦，好，你看一下幾個分數嚟。看一下王顯華嘅分數。分數還好，唔上禮拜較高分，95分，但是一厲害啦哦，按你獻出都馬上獻唱，好高啦，好啦，你先做一遍當錯啦，哈，可以下，睇下看分數樣板，好唔好？好，按住先，好，又來了，準備下，只那一拿個那個痛嘅出來哈，哎呀，刺痛哈，刺痛，痛。哎，来，安尼温阳下面抒情上来的舞台当中，有主持人好，你好，好，嘿，啊，今秒用乜个跳诶？三個字，好，来注意下，嘿，好，沙就有幾飛啦哈，好嘞，
麻烦。好，还有，你嘅真民族欣赏嘅词。春林太天百花开，嫩苗新笋发奶排。万山绿意风景好，草木春游显身材。哦，下到安南。春游啦哈。春游哦。哦，哎呀，下，哎呦，云南呢要吃啊。有马丝也唔错嘛。哦。腌错哈，腌错哈。哎，安尼就用三国志来创一条果子哦，好不好？好，安尼烫一下啊，来。用慢，用硬油条了，硬油条，对吧？啊，条要从用慢发生嘛个事情？这自动用慢做对嘛？这就师母张用，师母张用哦。平松时，一定迄果子哈，先配熟了，对嘛？系嘛？啊，将雕款自家用嘛个油呢来炒，张做上的多，应该安尼嘛，对吧？系啊，因为是先用先线后 Q， 个词就哎呦。真的，出道就会冲，出道马上就会冲，哎，真的无爱改咧。哦，研读所以正经的哦。哎呀，唐国奇讲去拜制作单位里讲遐种主题，是行到衰唔得。行到衰，对吧？咩啊？系啊，哈。讲到尿都写出来了，也可能要看医生。食物腺发炎，哪里发炎？唔会啦，两冲水了呀。哎呀，冇表情，冇表情，佢條下錢有表情。哎呀，知道。誒真係磨創，哦，正經冇簡單啊！係啊，我加要停定咧創一下，感覺哎呦，你冇按改啊，真係。哎呀，我甚至試玉米啊，做好咧。玉米啊，用板行。哎呀，厲害啊！你可以整民族欣賞，好。係民族欣賞。民族欣賞好哈。這個第一講來到有問題啦哈。春林太天哈，冇天呀。哦，变成铁呀，哈，百花开，其实是一点点的小小的瑕疵的呐，其实冇当严重，但是嫩苗新笋发，爱创发，没发，哈，发奶排，因为你种菜啊会见爽，奶会见爽过起来，个新笋哈，尤其係竹笋，佢會按闭目。都喺奶皮地嗰度鑽出來，喺入面，嚇，所以發奶皮。萬山綠意風景好，唱到非常嘅正，嚇。再來呢，草木春遊，嘿，現神采，沒現神采，嘿，現神采，嚇，係啦，你啊兩隻詩，嚇。
是收购抢的嘞，其他冇问题啦。好，安子姐，好高，来，看一下几个分数。请问数嘅分数，想我出到乜嘢？故事啊，喺高中先生。高中嘅好。看一下几个分数。请问数嘅分数。92分。呀，分数系啊，等下看啦，统计下，继续加油哈！继续加油啦！可以发啲5名以内嘛，好，安子姐啊，先专业当好，安子姐，谢谢。好，来抢呢吉娜来桶来拿出来。哎呦，剩3米啦哈！还有3米哦。3米来，我要走个台步出来，来抢那个小阿妹。5批鱼，来，我攞。我骨頭動落來。哎呦，聲音好，會講嗎？會哈，會講，唔怕民族欣賞本人出的咧。後生人嘛行吃到了吃因為其實對講客來講哦，每一種挑戰，有啲會斯文咬唔轉來，對人講困難度行得高，對嘛？係啊，因為新的歌詞。哇，很樣辦，冇錯啊。做唔得啊，當然我衝啊，都聊下咧，你有冇衝埋跳誒？平板，好來注意下。好，哎呦，麻煩您啱我一技術哎呀，你國寶先生，李秋霞先生的詞，李秋霞寫出來的詞，秋霞先生寫出來的詞哈。麻煩這個人好好念一下，念章來哦。農業比賽人熱情，參賽歌手按熱情，訓練細學來參與，欣賞認真請用心。心，閉口音啊，心哦，好，係啊，你秋霞先生而家念乜錯對嘛？按念嘅心沒有閉口，心有閉口，係用錯冇？錯。心有閉口嘛？有啊，有用心有閉口，有啦，用心還有閉口，有嗎？有哈，那閉得慢了一點。你閉的你 delay 了，你知道？好不？按你出來堂給用平板的唱啊，李秋霞國寶先生的詞啊，來。彈過啦。哎呦，你之前真有恁攞要比賽過啊？經驗嘛嗬？每年係出嘅流行族嘅歌詞，流行族嘅那個曲調。係音樂節目嗎？沒，
我不会比赛节目，流行组，有唱嘅桃园新竹嘅都有啊，桃园嘅当演出都有，流行音乐太帅。哦，流行歌曲献出嘅，都知道。出歌啊用除词吗？还要？没，就会直接出嘅歌诶，出歌诶。哦，七家先嘅六出歌，假四条做的出完有冇？六首七家拿出去的。哦，七家线嘅六首歌。自选曲6条。哦，啊，比方说杜方，啊，可能出到乜嘅那一条唱出来唱出嚟。啊，唔過用做嘅先練先啦。唔過嘅傳統組嘅冇。傳統組嘅冇。第一擺，哦，你係第一擺。對，今日馮師傅將來特別考歌星證的時間。歌星證。哎，對，我那個年代有考歌星證，哎呀，對呀，因為要去到，比如講我戶籍的苗栗嘛，哎呀，我就要去到苗栗縣政府，他教育局會大概1個月或2個月就會辦一次的這種考歌星證的證照的這個比賽。哦，他有一本書，杜峰有21條歌誒，全部都是進化歌曲，包括什麼梅花啦，還有那個滿江紅啦，叫我不要不想，中華民國送沒有，什麼叫我不叫我如何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可以嗎？個藝術歌曲，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小小雨歇。當，這沒軍歌嗎？對啊，沒有，沒軍歌，沒有，它有2個版本，一個是怒髮衝冠憑欄處，這是小學學的歌，這你們可能沒啦，對，沒聽過，對啊，很好玩，就是獻老人家就是回憶很多，對啊，我運氣很好來煮到梅花啦，梅花，煮到另外一條滿江紅，這2條呀，其他啊，你就做歌星了，就按用就做歌星了，歌星證哦，對啊，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回憶，你們那個年代哪有？我們那個你們這個年代就不用啊，隨便都嘛可以，你只要自己很厲害，你就可以出來當歌手了。YouTube 隨便就哈，就展現一下了，對嗎？冇錯，係啊，好，來，衝出嚟，好來，唱秋下先生。你一見面你小朋友批完嘛，係我想念批完哦，從佢開始比賽，外面你都平時有看到佢啊，越出看到佢進步，佢上進講一流，颱風一年叫天天，你啊將來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繼續加油真可憐啦真可憐有今後的成績我一本天天但是自己出去做唔得驕傲你這非常你做人的態度會記得可能會笑面人家笑面從乜啥羅子賢笑面對你的還有笑容是親和我本天天加油對，逢的時間不要大頭症，對啦，要謙卑，再謙卑，3000杯，知道嗎？來，快啲講本書。批完嘅本書，哇，厲害！對，係啊，佢都要背嘅歌詞，金錢嘅歌詞唔記得，嘅本書有查到嘅，但是累積起來應該不查啦。應該不查，好冇？唔低，唔低啊！好，我們唔低，來，好，先做一邊當錯，謝謝。準備一下。好的，先麻煩吉娜嚟拿一下桶嚟啦。純亮 V 哦，純亮 V 哦，一隻故事，一隻高中欣賞哦。哦，對啊，對，我們當像你個靈異經太高，好嘞，你出來，上來出來。我當期待嘅你高中欣賞一詞出來啊！哦，嘿，哎呦，你有馬跳誒？羅山歌，哦，你唔係平板真厲害嘅。輪到羅山歌哦，輪到羅山自家輪啊！呀，做得自家線啊？對啊，做得啦。係啊，跟你我想，你羅山歌，你特別上個技巧上起卡冇安種。所以挑戰也種呀。哦，佢挑戰自家啦。對，好啦。啊，你想我出到乜嘢？好。故事呀，喺高中欣賞看一下。高中還好，高中還好，我看厝會多，看厝會多。哎呦，看一下，哎呦，真的呢，真的嗎？哎呦，這給了容易哦，哎呦，高中的事。來麻煩念一下哈。
台湾山歌诗人强，七言诗纪神词中，老眼擂台自播出，客家文化润传扬。哎呦，哦，也首歌词讲起来真难唱啊！哎呦，用音唱嘛，高中先生，唱啊，高中先生讲唱。千言诗纪，神诗中哦，千言诗纪神诗中，所以也冇音嘅，客家文化用唱嘅，闹热大台，闹热擂台自播出。客家文化润传扬，可能是还念唔出来，真的。哇，冇人改，冇人改。哎，来，唐就来了。乐山歌来唱高尚的诗，好来。台湾山歌，爱唱诗人强啊，千言诗纪。神词中啊，闹热大台台，自播出呐，客家文化。润传扬啊！哎，你太高。一對嚟講呢個大麥雞啦，乜嘅意思？佢條啊唱，鬧嘅大擂台啊！嚇，係啊。係影響到你啊？係啊，係嘛？唔會啦，唔會啊，唔會啦，係啊。但是唔係講一種比賽唔是電腦杯參加過，所以對你嚟講冇乜嘅困難度啊。係啊，難度是冇當到啦。係啊，因為也用喺歌詞，其他歌詞也，因為我想貼詩啦，因為貼詩也鬧嘅擂台，又話我鬧嘅大擂台。是會較強啦，較強了。哦，係鬧嘅大擂台啊。哦，這個假隻詩啊。假威啦，係啊。有咩講假威嚟啊？假搞嘅。哦，幾日冇一天哦。冇一天哦。冇一天嘅高中先生都行啦。因為也啦詩人，應該佢也因為。羅山歌唱法來東西，唔係講你愛唱下貼詩，你貼到有意思，其實有意思啊。對，係啊，按字有意思嘛，㗎。鬧嘅大擂台當有意思啊，人家客家。但是我卡看先生就問。慘咧，佢條詞都冇意思。冇啊，唱係啊，冇一聽哦。唱高一下，可能唱嘅作詞嘅高中先生。看你貼咗對冇？公平一下。做對啊。做對啦。係。哦。台灣山歌愛唱詩人強，做得。睇下呢啲。鬧熱大擂台當然做得，日本人做很多鬧熱大擂台。但是因為寫
74个时间，就走闹热擂台直播出，闹热打擂台直播出，當然做得，沒做唔得。我寫嘢東西是因為製作單位講，我寫歌詞，當然我留也有一些關聯。哦，有關聯，故所以我安尼寫。原來我本來寫係寫青年切記生死狀，切記嘛，動切的記啊。咩？哦，絕句，係啦，我係想安尼唱較唔唱，故所改到青年時機，因為人歌詞嘛，故所生死狀，生死狀，係計係哪改睇的啦。就講我一開始寫，我就安尼寫青年切記生死狀，好知道切記安尼較。大家唱到咁多，青年切記係啦，故作改個時機，佢唱較冇唱時機了詞詞，本來是順點就當我，但是時機生詞狀也係都是要靠，主都要靠佢啊嚇。嗰個客家文化有人傳揚，其實也。唐吉人也咪嚟嘅青春，但是唱冇人改，冇人改，我處理了好些冇人改。比如我今日反正你唔是咋嚟唱，太快嚟就講，還算平順啦。哦呀，老山歌，本來就山當唱，佢最主要嘅係係愛表態嘛，哦，故所以啊，冇乜太大問題啦。今日唱嘅。算平順。哎呦，好的。哎呀，兄，把從而家撕開個出鏡啦。唔會啦，去下先生，大呀，是。高中家先生你搖頭啊？咩？高中家講啊，同你要講出來，安尼三個精髓。但是我啲啊，一路安尼入邊先生本人家提倡。三個唔係講貼是做唔得，講係咁冇貼聽到。好，從雙語識多啲嚇，你貼嘅邊人又咪做咗呢？迄邊人欺負比較不足。所以注意嗬，貼是唔係講啊，貼當到就好咧，你貼到適當啊。好，你俾人就建議啦，好唔好？加油！好，謝謝。嚟，可以下夾嗰本書啦。睇下連意見這本書。哎呦！一本書可能而家貼是倒貼幾多時，怎會變到啊？你木教，只有本來去衝啊！哦，係啦，啊，排泄啦，啊，唔係是你啦，哈，哦，推先生的推是你啦，哈，好喲，係你嘅小米姐姐，對，小米姐姐做得準備下嚟哈，小米姐姐嚟，直接來了哈。皇上和娘娘，對，係上嘅頭白嘅太監了。是純一嘅故事，純一嘅聽故事。哎呦，等下盲蒙叫有冇個跳嘅了？哎呦，係哦，平板啦，看到字我要用平板較好咧。三個唔係靠秀才，靠秀才。要好三個創條來，人人做個17、8，膽敢做個論順來。哎呦，做得用錯嘛先生？因為佢開封人啊，開兩人啊，係啊，我現場啊，你創真係冇人改，真係。我木匠都帶的呢。有爸爸嗎？做得嗎？做得。吃寬啦，好，平板啦。來，平板，彈過來。靠
生意好。木匠带出来，哎，木匠，多些哈，木筏哈，木筏。这个因为这是加冲动样板，普通啊，普通，我才刚给烤又烤出来，烤准了，哎呀，冇白铁的，哎呀，其他冇唔对，有白铁冇唔对，唔对呢，唔是搞过那种方式嘛，唔是，啊，唔是，哎呀，开始谈讲CN 了，讲有家练习啦，哎呀，上高中讲的咩，就台湾三国都CN强的吼，係啊，我咪當上學人哋去了，但是都講轉唔過來，轉過來啊，轉過來啊，哎呀，真難啊，要數啊，我愛形容啦，轉唔過來，你講越嚟搶嘅香港話強用。講準來啊！安難啊，咩安難啊？安難啊！安難啊！講準啊！係啊，50時唔可以講啊！好啦，拜託唔好講嚟啊！這樣就下先生。人講西安三國哦，去了無雙嘅，係嘛？唔講當然無雙嘅眼見啊，聽聞講去了嘅啊，係嘛？先少講西安嘛，嚇。上面嘅省啊，講老實話，嘅飲食非常好，唔可以輸給偏遠，氣質也好，因為家一開始出到兩首歌詞，本上就講啊，你福氣哦，因為你係故事啊，盲點你出來時候，你考人啊，三個唔係靠燒出，我們唱真是唱嘅時候，你就唱上，有唱哦，有唱吼，有唱，你真勁千難得，但是不用就建議啦，哈。以後三個嘅故事你帶鹽嘅時間，係人做過嘅帶鹽嘅時，我感覺你多數會一點後鹽，我注意下。雖然你鹽質清楚，但是過鹽，我從那個過鹽一進嚟，中鹽一樣，帶鹽一換，我哋在審查基本嘅條件要注意哈。還有你像你做17、18時的，你上到提示嘅時，我就感覺你犧牲啊，多少挑起上當明顯，注意啊哈。還有做過論述類嘅時間咪強咯，你基本你其實係能夠貴進啊，我相信你分數會越來越好。加油！陳老先生，陳主先生，好。你說明手機哈，其實你平常唱啲平板嘅潤。做人做到真柔真好，哈，非常嘅溫柔嘅歌聲啊，哈，真順。但是因為今日哈，因為要出歌詞嘅關係，所以影響到你嘅心理嘅因素，哈，所以呢，當小心都嘅唱，哈，真小心一隻時間咬唔唱嘛，哈，所以溫馨嘅素材是會多些會影響，才最每一句啊，聽到清清楚嘅。擔幹我做哪個啊？你不要小可嘅啊，歌啊嘅啊聲是走出來的，哈，是早早嘅嘅後人走辣嘅聲啊，哈，是走出來。即係因為心肝嘅影響嘅因素，冇人個唔會按你，哈，嘅我唱出來嘅方式啊，哈，應該會更加好啊，哈，論順來是真好的。所以講一擺擺，還係要累積一個舞台嘅經驗，咁樣人將會這個求進步，好嘛？好，好，謝謝，好，最後嚟看一下分數，好嘞，看一下馬秀美嘅分數，沒有，什麼先生？要分數不差，清高咯，95分，做先唱下，坐裝啲 B 聽人嘅 B 嘅嗬，係啊，坐下依下嗬，係啊，等欣賞的痛點，看萬人得到安亞年度比賽第6名，好嘞，休息一下。統計好啦嚇，年度比賽第6名，萬人呢，好啦，你嘅馬秀美姐姐，好嚟歡迎馬秀美姐姐嚇，第6名，第6名唱，還是第6名啊？
还有咩冇简單呢？咩年度比賽，很多人比到呀，比到呀哈，第6名。講真冇按過哈，冇按過，冇按過哈，冇按過。哦，人家就搶啊那個搶高中新生的頒獎，第6名嘅獎。第6名，好，謝謝校長，謝謝安這些多謝啊，好，第6名比到呀，哈有乜嘅感想？有乜感想？到咧吼，好多當道啊，線上吼變成線上會本來都有當道嘅建議，對，一擺進步，特別送推到咧從自己準啊，哈，今年唔會咧，係好多當道，那到咧講沒錢放棄嘅，對啊，冇簡單。你身體擺啲啊比賽嘛哈？係，第擺都年度賽，有，有，第擺的都鬧年大類隊。傳統組，傳統組，然後佢做到咧，馬上都比到第6名。年度賽咧，你心想我感覺還滿意嗎？我的那個，欣賞，三個班的欣賞，哦，三個班的欣賞，我感覺嘅欣賞我上眼球。向上出來，老公啊，幾耐我都該先鋒學嚟教三個，我仲有啲機會嚟學嚟三個，仲有機會去到嚟比賽，對，當感謝佢係先生，什麼先生？那也希望你再接再厲啦，哈，係啊，雖然第6名可能冇達到人嘅成績，但是唔怕，有啦，呢擺今年唔怕。下一擺嗰是上個行啊好嘅成績，砸過嚟邊啊咧，下一擺幫一張獎幣啊，係咪？好，我較睇砸嘅，睇砸嘅呀，好，好嘛，謝謝你，安謝謝，多謝，好，回座休息。好，安尼下禮拜做今日嘅冠軍比賽，冇錯，都在安尼流行組還有傳統組慢人做得得到冠軍，冇錯，一條真實實況的節目，真實實況咯。哦，安尼今日節目已經告一段落。對啊，哦，多呀，告一段落。算了啦，講太幾個大天炮了。真實實況的節目啦，哈，給個大天炮來報名啊，人66667人666還有傳真天發，人2277813。好，等大家來報名哈。請大家打電話來。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時間以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員長哦，辛苦了啊！還有什麼大家下來繼續加油哈！還有一場比賽哦，加油！什麼意思？什麼小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辛苦了老師，謝謝。還有我們觀眾同仁大家非常辛苦啊！最辛苦嘞，什麼大家？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共下來，再見，拜拜。